晨6点，要拜拜采买的客人已经上门来，铺子里飘散阵阵米香。这个是昨天晚上蒸的，这个如果早上来不及卖，要蒸3个小时。做工繁复的9层糕名为阿婆板，客人一拿好多盒，很受喜爱。添喜气的红板、八板、爱板，还有各种甜板、咸板，客家传统糕板摆满台面。代表性的龟板在6堆，颜色红白相间，特别不同。这个是一种代表性，新丁板哈，就是说哈，这个两边白的哈，就代表南海，中间是内海。现在可不需要历经生产那种辛苦才有得吃，唯一没变的是做法，乡亲们吃得出来。像这种我们叫安菇桂啊，我们在外面买的会比较软，好像不纯米啊，这种吃起来感觉比较纯米的感觉，料比较实在吧。20多年，李玉英和丈夫许世英总是天没亮就开始磨米浆。我们客家人说切米，就是说几分之几的这个糯米，几分之几的红来米，几分之几糯米又要配那个再来米，要压3个小时左右。也知道加了粉口感就容易调，但夫妻俩坚持纯米，坚持原味，也坚持绝对不减料。皮捏薄一点，料多一点点，吃的时候就很搭配，就很好吃的。小小客家菜包要给客人爆馅的满足感，其他米食也是分量丰沛，不光是李世英说的多一点点。我们红豆啊都是看得到，那个绿豆都看得到我们的那个红豆粒跟绿豆粒。这个芋头加的很多，这样吃起来才有咬劲，又很香。用料没才干，便宜又得食。用料实在，便宜又好吃，便宜又得食。难怪客家人总说1块板抵3碗饭。李玉英想给的不只是传统的滋味，还有实实在在。用料唔會錯價，便宜又得食。用料唔會錯價，便宜又得食。谢谢宗宇老师。